是这个吗？这是下面写。那个不。那个。至圣至真荣耀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做主席，阮伫你的面前要设立这段，欢迎见啊对逐所在，甲阮同信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圣殿，无论是伫网络顶悬，甲阮同齐敬拜。愿主你使到你圣神伫阮中间，来补足阮手所做的工，也互阮所念的诗歌。会当真侪人安慰、鼓励、引出的诗歌，愿主你的圣神进入伫每一个阮今仔侍奉的当中，无论是诗会，无论是敬拜赞美、诗琴、圣歌队，祝福阮带着一份侍奉的心，恭恭敬敬唱出、讲出、发出阮所有每一句，无论是学乐，无论是祈祷，愿主你成就你家己的话。也愿主你，互你的恩惠通过阮的敬拜，保佑到逐所在。主愿感谢你，赏赐阮好的同工，用敬畏你的心，伫你的圣殿，徛伫你的面前，来唱出这条诗歌，教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定心有正直的心。祝福咱这间教会
是一间常常注意家己清气的心的教会。愿这间教会是一间敬畏你的教会。主帮助阮，互阮日日成长，年年进步。主帮助阮，伫你教会所设立的这段，会当正着你施恩的宝座。今仔来到你圣殿找着你的人，因伫这个所在找着一个新的愿望、新的信心、新的主你所充满、长阔关心，迄种幸福的人生。愿伫你面前将今日这个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的圣神最高，甲阮同在。愿咱的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亲爱兄弟，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开始咱的敬拜，咱来吟首宣告决志的诗歌。我愿为你去。用神灵为我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耀尽都是神，让我勇敢的心里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你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里，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天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里，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神灵与火为我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天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加油我，深深的灵引我，灵恩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阿们。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阿妹，这刷咱的音，我要听候耶和华。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甘地你灵魂定到我耶。我要你来听候耶和华，亲像无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伊早是何伊的主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关怀，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梦想是对来，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亲像古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
是乌落伊的主爱，只有伊是我的相伴，我的拯救，我的关怀，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伫暗时称赞伊信息，伫早时学落伊的主爱。接下来，咱来吟一首基督的诗歌，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咱用敬畏基督的心来唱这首诗歌。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的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
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你所竞选，予伊亲近你，踮伫你院内的，即个人有福气。
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是咱来吟圣诗，圣诗第9首，志愿的主做我的光，请起立吟全首。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约彼得罗任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当这日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是咱三个来启用经文37篇。启文37篇，马太第6章。无伫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是咧，等一下。
伊用唔着片。启文37篇，马太福音第6章。无伫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恁的性命敢无较大的米牛？恁的身躯减无较大衣裳嘛？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住伫册仓。恁的天父也咧饲伊。恁减无比啊遮的较贵气嘛？恁啥物人会用看路，互性命搁较长较久？啥事为着衣裳看路啊？刺像山林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质。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建项屋的时，因所穿的毋值即号花的一蕊。打山林的草啊，今仔日伫咧，明仔载撇伫火炉，上帝互伊穿甲安尼。何况小信的人啊！所以无伫挂如讲，我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恁的天父知，遮的拢是恁所欠用的。独独在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米拢要煞互恁。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咧挂路。为着明仔日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是咱来念圣诗344首，圣诗344首。我心尊敬我的主最大，请咱一个念全首。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明日，你的保守，互阮平安。伫新的一年，阮也有新的愿望，搁一摆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互阮伫主你的听有大大的福分，有大大的愿望。伫新的一年中，阮的心内若有仰望主你，无论你有啥物大大的祝福，
阮的心中，阮拢是感谢，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免。即时学乐，咱遮圣歌队。天。
是咱恭喜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申命记》第4章第9节，第4章第9节，《申命记》第4章。所以恁着家己谨慎，也着谨慎守你的心，免你会袂记你亲目所看见的事，搁免伫即个事，伫你活的时，离开你的心，也着用即个教示恁遐个囝、遐个孙。搁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3项，其中第一大个是仁爱。是来讲到你心目中有啥物？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做伙读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组织伫你的圣殿，愿用敬虔的心来恳求你。因为离开你，阮的生命就孤单；离开你，阮就欠缺仰望、快乐。阮伫礼拜时，阮深深想讲，每一礼拜，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会通得到生命。主伫今仔日，阮来恳求主你，就是赏赐阮信心、仰望甲仁爱，祝福阮这3丛生命的树啊，会当大丛。会当开真水的花，主求你帮助阮的家庭，互阮伫信心、仰望甲仁爱这3项事顶悬，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主求你对阮讲话，就亲像你用春天的风，对这个土地你所创造的世界万物，分你的话开，这个土地就开出真水的新的活命。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也同款。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将主你活命的权能放伫阮的家庭，放伫这间教会。主，阮静静听候，因为阮渴慕你，互阮的生命会当有幸福，你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阮耶稣基督的香味。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求圣神将你的话讲互阮听。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你这礼拜过了好吗？感谢主，祝福恁哈，逐礼拜拢好。时间咧过有够紧，我想讲顶礼拜咱拄做伙做礼拜尔，开念伊个到拜六，念伊个礼拜日，一礼拜咧过足紧，对无？一年咧过嘛足紧，念伊着咱着到年底，要搁过去看年头教会。这礼拜上帝互我有一个足快乐的7天，拜1拜2带咱的囡仔。伫这个灵修会中间，这是1年2摆，教会特别留予咱的青少年的时间。牧师真爱带查经，毋是因为牧师教话，因为我感觉上帝话哪通有滋味。所以带查经的目的，是将上帝话的宝贝来分享予咱的兄弟姊妹，也渴望上帝的话会当带予咱智慧佮开力。上帝的话毋是干那互咱智慧，上帝的话一发出，人的生命就受改变。咱的教会青年伫今年的冬令营，因有2天的时间伫教会，我看到因的参加的态度，我对心中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个青年甲我问讲：“牧师，代表是上帝面前，较着惊吓，较会惊上帝。上帝敢毋是慈爱的上帝嘛？”因为这礼拜阮所读的经文就是诗篇119篇，我甲伊讲，迄毋是伊惊上帝，迄个惊是敬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伊知影上帝是甚物，伊伫心中就有深深的敬拜。当这个夏令营这个冬令营咧过进行的过程顶悬，我伫教会内底踅来踅去，我才发现咱的教会最近。有一个较晚开的会，有一个较早开的会。较晚开的会就是圣诞红，圣诞红通常拢是圣诞节爱开对无？咱教会种一人圣诞红，伫上壁角，恁可能无人注意到，等下恁出去说，直接行看觅。迄个圣诞红拄最近开了上水，
愈寒伊开愈水的花。搁有伫个圣诞红的顶悬，咱的教会若逐摆双喜事，还是好事歹事，毋是好事歹事，拢好事。吼，教会迄兰花，若大概做礼拜结束了后，阿珍牧师就会甲伊抹伫个树啊，放伫个逐所在。特别伫咱教会即个花园顶悬，才有一批伊的花叫做卡多利亚，蝴蝶兰、大蕊的兰花，伊拢是上早开的兰花。兰花春天开始咧开，咱等下看咱后迄边的即个树屋的下骹遮，才有一批兰花，可能真紧就要开啊。但是即个卡多利亚拢是上早开。看即个水的花的时阵，牧师随手用手机啊，就翕8张。手机即摆功能有够厉害，我甲翕8张上了，到暗时要困之前，伊就走出一个短片来啦。因即摆功能拢会自动甲你收集，讲你今仔翕几张相，你敢要甲伊分享互别人？毋是干那甲伊用做一个20秒钟的短片，伊搁插一条真水的歌，我听了我感觉足好听，所以我就甲传出去。兄弟姊妹，当我传出去个空气、水，再加上爱用心甲伊照顾，花就水互你看。哇！兄弟姊妹，上帝互我甲咱分享一个快乐。伫今仔即个礼拜，我要问恁讲，伫恁的心内，敢有一个水的花园？伫你的心内，敢有一个水的花园？牧师祝福咱大家心花朵朵开。伫即个新的年，上帝互你的生命开水的花，种有路用的树啊！所以咧，准备今仔即个分享的过程顶悬，我就想到，上帝起初创造天地时，伊甲迄个天地号一个名叫做伊甸园、爱甸乐园。恁会记得上帝伫迄园内种啥物？2丛树啊，啥物树？生命树跟善恶果的树啊，对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真有意思。兄弟姊妹，咱的心内需要2丛树，一丛就是活命树，一丛就是会当分别好歹、善恶果一个真理的树。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真正想讲，我的生命、我的家庭，若是一个上帝交予我的花园，那安尼伫即个花园的工作的内底，我应该做啥物？我爱甲伊抠草，我甲伊涂用松，我爱甲伊压水，佫袂使伤济。所以，洪杰的3节，伊讲空气、水、阳光，加上爱心。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甲咱做伙来想讲，主啊，我要安怎照顾你的教会？教会是毋是上帝爱甸乐园？是。所以，上帝伫即间教会内底嘛有种真侪水的花草。咱的教会种花草，毋是干那要赏心悦目，互咱家己看，因为这是上帝的爱甸乐园。所以，咱澳门即个教会，伫咱的庄头，互人看做讲是一个水的所在，而且伫迄个中间出入的人，互人看起来就真好亲近，嘛有好见证。所以，你姊妹牧师今日要送咱3句伫圣经中间咧讲，安怎照顾你的心，安怎照顾你心内的葡萄园，安怎照顾你心内的爱甸乐园。伫这个中间，你也种3丛树啊，就是今日咱思维甲咱读的3句话。哥林多前书13章第13节上尾，现今所存有信、有恶望、有仁爱。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需要这3丛树啊。但是，我会甲咱解释，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照顾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伫圣经中安尼讲，安怎讲起人的心呢？伊讲，你着好好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活命的水泉是对你的心出来。今日圣歌队所吟这条诗歌，兄弟姊妹，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这是和合本的圣经解翻的讲，你一生所结的果子，是对你的心思意念来。但是伊原本的原文更较趣味，伊真正原文的意思就是，对这个所在要有一个活水泉流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强读这段圣经，祝福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心内有一个上帝所赏赐你
活水江河，就是圣神甲你三甲地地。阿免嘛。关于你今仔这个礼拜，上帝用伊的圣神，空气、阳光、水，空气、阳光、水。你伫圣经中间会当找到什么种的图像，会当讲到这三项。洪杰的三节，毋是做事人，但是伊伫做事人的家庭大汉。洪杰的家庭的三节是一个企业家，一个生意人，但是伊知影，所有的万物拢需要这三项。阳光就是什么？阳光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一发出，就发出光。什么是水？什么是空气？空气是圣神，上帝圣神来运行伫咱的心内，你自然而然，你心中就清气，你的灵魂就活起来。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伊互我的灵魂静养。空气互人有活开，什么是水？水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恁会记无？葡萄树枝若离开树啊，为什么伊会孤单？因为伊无搁再有迄个活命的水泉。原今仔这三句话，无论是旧约、新约甲金句，这三句话兄弟姊妹，该背起来。愿上帝赏赐你一个幸福的人生。你的家庭就是上帝的葡萄园，就是上帝所赏赐你的生命的花园。好好照顾你的囡仔，因为今仔日的旧约申命记，伊咧讲起，你爱好好保守你的心，佮爱将上帝所做的事教示你的囡仔。兄弟姊妹，你的囡仔就是你生命花园内底所种的花甲树。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毋知要怎样来帮助你的囡仔，伫伊的人生成长的关键时刻，祈祷，兄弟姊妹，伫祈祷中间，上帝将伊的阳光、空气、水，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神，甲伊活命开咱，就赏赐互咱。愿天父上帝带咱今仔日礼拜中间，静静来听上帝的话。起初，上帝伫爱甸乐园。这段记载虽然是一个故事，但这段故事对咱人生有真大的帮助。兄弟姊妹，伫你的智慧、你的脑海、伫你的心内、伫你的情绪、伫你的欲望、伫你的生命的花园中间，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甲咱分享一个教会开花的快乐。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快乐，就是你家己的葡萄园伫你的心内。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伊讲着讲，伊创造活命树，伊创造善恶果。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代表，毋是干那这两丛树啊尔。因为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种无共款品种的树啊，但是这两丛树是代表人的生命树。恁若读到圣经上落尾启示录，伊讲生命树所发出来叶啊，会当医治百病。神农尝百草，圣经虽然无讲神农可以尝百草，但是竟然伫启示录中间讲，活命树种伫活水江河，12个月结果子，伊的树叶会当医治人的病。兄弟姊妹，那安尼，咱的教会需要有什么种的树？咱的教会需要有一丛树，就是人来到这个所在，伊挽迄个活命树的果子，伊食落去，伊就活起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教会有这两丛树，真理的树、活命的树，是真的葡萄树。伫圣经中间，伫耶利米书内底讲，上帝将全然真种子，就是讲伊特别选的种子，活命种子，真正的葡萄树的种子，放伫你的心内。愿天父上帝祝福今仔日伫伊面前安尼听，嘛甲上帝通讲，伊有诶我嘛要有。愿今仔日有感动，讲你生命中间诶回航，要为主水互世间看。兄弟姊妹，你敢愿意你诶生命水互你诶囡仔看？你敢愿意你诶生命，咱诶教会水互咱诶厝边看？咱诶厝边若办活动，拢要甲咱拜托讲，牧师恁诶教会敢毋当招阮办活动？或者你要感觉咧？
牧师应该讲 yes no。上帝门应该常常为人开，对无？愿天父上帝，互来到这个所在的人，因看见上帝的水。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题目咧，甲咱讲起我生命的花园。伫你的生命中间有杂草，有遐无好的物件，兄弟姊妹，甲扣掉。不要给无好的思想、负面的想法留伫你的心内的回恒。永远保持一个仰望、信心甲真爱。愿你的回恒内底，上帝甲你三甲伫地。迄个管理回恒，迄个人伫你的内底，伫你的内底有一个人，保罗讲：看啊，我会做人，因为伫我的内面有一个念头，有一个人踮伫我的内底，伊真熬甲我作对。我想明明对上帝的话讲好诶，啊，我做袂来，啊，我无想要做诶，但是禁不住，挡袂掉，啊，我得去做。咱的内底有情绪，咱的内底有欲望，咱的内底有想法。人的想法不等于是上帝的想法，但是咱常常用咱的想法强过上帝的想法，也这敢有？咱唔知影要安怎回答。咱也静静想，是常常咱拢用人的方法咧做上帝的事。愿上帝帮助咱，上帝用伊的方法来做咱生命的事，好不好？咱用人的方法咧做上帝的事，愿上帝的圣神用伊的方法来解决咱人生所有的问题。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愿上帝甲你讲，我看你最宝贝，就亲像上帝看伊所创造的爱den乐园最好。伫咱心中有啥物人咧掌管？是圣灵或乌鬼，兄弟姊妹。伫你的心内念头，什么人咧掌管？是这个世间，还是上帝？也这，你必须要家己做你家己的决定，无人替你做决定，牧师嘛无法度。因为人的一生的轨迹是对你内底，对你的心出的意思是讲，你的心内的心思意念就决定你是毋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甲咱请安的时阵，也即咱拢笑容甲牧师讲，我很好，祝福咱对年头到年底，天天都很好。对第一礼拜到上礼拜，咱拢真好，因为上帝是咱的主，伊甲咱三甲伫地。所听的弟兄妹，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功课，就是当你安静的时阵，你好好问你家己讲，我敢真正真好啊？兄弟姊妹，伫你的心内有真侪无共款的感触，幸福焦虑、黄金乐色、平安恐惧、自由辖制、圣灵无灵，这代表什么意思？咱要讲要爱幸福，要爱快乐，无一定咱会当幸福快乐，因为咱心内有一种不确定的这种的理由。咱拄到的代志，咱咧做的代志，有真侪你无法度确定讲一定会成功。这种的时刻会带予咱有一种不确定的焦虑，对吧？愿咱的圣神伫你的心内，常常甲咱讲话。什么是心中的黄金？什么是心中的垃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黄金是代表有价值的事，垃圾就是代表伫你的人生中间可无可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毋是听讲道，是听圣神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流露的感动。这个感动伫你这礼拜，你继续把这个感动放伫你的祈祷中间。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进入我的心内，互我检查我的灵魂有健康无？愿天父上帝圣神甲你讲，真侪对你的一生真重要宝贝的话，愿圣神帮助你。因为耶稣讲，我离开恁，我要求天父上帝垂听圣神，圣神要甲你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记载伫马太福音
28章上尾句，伊讲就要甲恁做伙直到世间的落尾。或者你愿意这个圣心陪你，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底，对少年到年老，你愿意这个圣心陪你到一生世间的落尾嘛？阿免啊！兄弟姊妹，靠人倒，靠山倒，都倒。我靠耶和华的名，我靠上帝的人，上帝要做咱的瓦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中间箴言第4章23节，以及申命记第4章第9节，这2节的经文拢是伫旧约，伊出现一句话叫做保守你的心。但是这2段拢讲着保守你的心，但是这2段所用的2个字，是希伯来语内底一个足特别的字。一个叫做纳差，一个叫做什么？什么是照顾你的外在，你会保守你的行为、你的品格，伫你的生活内底活出来，你心所想的什么？就是保守你的信仰实践出来。这是申命记，申命记就是咧讲起上帝留予伊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律法、规矩。甲道德的观念，我都读圣经，我都听圣经，但是无一定有能力照圣经来生活。但是申命记第4章第9节，伊咧讲保守你的心，这个心是咧讲外在活出来，将你所信的道成做肉体，活伫你的生活。伊咧讲的什么是这个意思？第二，伫这个箴言中间咧讲的纳差，是讲对内外。拢爱警醒谨慎，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当咱做未来的时阵，上帝伊的圣心照顾你，互你伫关键的时刻的中间，无被欺骗，无互人欺骗，无互人迷惑，互你的内面有智慧，目睭我走无看虚假。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所以咱来看箴言，箴言4章第23节。伊讲，恁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这个是指你的心，是活命的根源。这句话足水，翻译无共款，这句话足水，翻译无共款。伊的意思是讲，对于这个所在，你的心要活水泉流出来，水泉生命的泉源发出来。每一本圣经的翻译拢无共款，英语的圣经。特别是翻译真无共款，伫内底咧讲起果效，这是和合本的圣经。你一生的效果所结的果子，其实这个果子这个字，伊的意思叫做托沙，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啥呢？对迄个所在流出来，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伫你的心内要有活命的水泉。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阵。我对心中期待，伫今仔日个礼拜，我会当为兄弟姊妹做祈祷。愿上帝赏赐你的心中有上帝活命的水泉，永远不枯干。迄个水泉是有活命，迄个水泉是智慧的能力，迄个水泉是上帝的大权能。阿门嘛。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话接落去。互上帝话成做你生命的坚持，你内心嘛坚持，外面的行为嘛坚持，好冇？愿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伊赏赐一口活水泉。所以这段圣经会当互咱会记得，当圣经讲1000年啊，但是犹太人并无体会到这句话伊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因为常常袂记得上帝的作为。因若记得上帝作为，因竟无知影讲，伫伊的生命内底，迄个活水泉是何等的宝贝。伫到主耶稣再来的时，耶稣甲一个妇人人讲：“你若知影，甲你讲话的人是啥物人，你就要紧紧甲伊讨，因为伊所互你的水，你啉了，无搁再喙焦。”兄弟姊妹，你要做一个活泼、永远不孤单的基督徒吗？你渴望你的信心是永远伫一个巅峰
是上帝的圣性充满你，无论你安怎走，走也袂赢，行也袂先。用世间无即种人，敢若只有 AI 做的机器人，迄种个走也袂赢，行也袂先。但是伊爱电啊，伊若无电嘛是会停啊，遐济。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圣经帮助你，生命的花朵朵朵开，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花开的目的要创啥？对后壁要结果子，对不对？花开的后壁，就是要结果子。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赏赐你的生命花水，互世间人羡慕讲，这阵基督徒真奇怪。为什么因艰难的是有关有平静的心？因为真少无共款的这种的特质，迄种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爱咱的生命水，互这个世间人看。你毋免招人来做基督徒，但是你若是一个享受基督活命的人，你的朋友一定会好奇，你的朋友嘛一定会甲你讲，老庄。你带我去教会好无？我毋是讲我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但是我做兵的时，有一个士官长甲我讲：“老庄，你带我去教会好无？”我甲伊讲好，但是我从来毋捌带伊去教会。直到我退伍前一天，伊甲我骂：“你答应我要带我去教会，但是你从来无做。”因为我心内想讲。伊较会想要去教会，分酒槟榔，讲话拢三句连。这种人爱想要教会，我误会，我嘛看轻人。主赦免我，这个故事对我到今仔日，我无机会翻头去带伊去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若水，咱毋免共传福音，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福音。对无？愿天父上帝祝福你，互你的生命成水，互你的囡仔看。兄弟姊妹，愿你的生命成水，互你的囡仔看。你的囡仔看到上帝你生命中间所有各种的善良良善，你的囡仔免恶，自然而然，活水永流。你若对今仔日牧师所讲这段3段的圣经讲阿门。愿上帝圣神将这个圣经的力量、活命、福气，拢放伫恁的一生，到代代无尽。今仔日的新明记讲，这个事你着讲互你的囝，你遐个囝、遐个孙，这个事你着讲互你的囝，甲你的孙。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你使命，因为今仔日的圣经不但甲你的幸福有关系。这个圣经甲你的囝儿孙有关系。这个圣经本身不是道理那定，伊是一个能力，伊是一个活命。愿天父上帝将这3句话，亲像3丛树啊，种伫你的生命的花园内底，互这个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开出水的花。今仔日圣经中间，申命记第4章以及箴言第4章，拢是第4章。这2节的经文，恁对个读，牧师小可甲咱分享迄个解说。牧师拄则甲咱讲，这2个字，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拿撒。这2个字拢翻做保守，但是保守这2个字伫旧约的中间翻做中文，读起拢同款，但是原来有无同款的意思。一种是照顾你内面的心，好好保守你的心。若有引诱，有迄个引诱走入来，你的心开始咧受跳动，你就甲伊讲稍安勿躁。迄个字叫做拿撒，就是所罗门咧甲伊的囝所讲：我的囝，你着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是活命水泉的出口。兄弟姊妹，你会当用一个图像来想即段的圣经。什么叫做活水泉对遐流出来？红叶啊对对生出来，红叶啊对对生出来，对妈妈的子宫，对无？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好的活命放伫你的心内，
你的心内要挖出来，所有一切上帝所要给你的祝福，拢对你的心，亲像活水泉流出来。这句话就是这么水了。所以，迄个果效，迄个字，伊咧讲活命的果效是2字。活命迄个字基本上就是活水泉，生命的泉源。果效这个字，伫咱的巴克勒牧师伊甲咱翻做白话字的圣经讲根源啦，根源，就是所有一切的好，拢对这本册迄个根源讲出来，人听生命改变。兄弟姊妹，第2种的保守是啥？保守你的骹步，你的话做我骹前的顶路上会光有无？伊的意思就是你所行出来，一个是保守内在，一个是保守外在。保守外在的意思就是讲，互你的信仰真正实践出来，互你的生命信仰就是一个品格。人看到你就知影讲，原来圣经咧记载基督徒生做这个款咯。但是有一种基督徒，互伊的身边的人讲：若信基督教是安尼，我开头去信基督教，你捌听过人咧批评基督徒无？有一种基督徒，交际应受的过程顶端，反倒当互伊的身边的人感觉不以为然。这种人也是基督徒，也即我无敢批评的意思。但兄弟姊妹，这句话就是咧讲安尼。你要保守你的骹步，愿上帝的话做你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基督徒这个名，不是摕来做印伫你的名片顶端的抬头。基督徒这个名，是要互你活出来。现在你同意吗？咱做伙心同心，手牵手，好无？互德堂教会存在伫德堂。咱无勉强人入来洗礼，但是上帝将迄个心内无平安的人，将心内绝望的人，将伫人生中间暗淡、找无光、无方向的人，愿这间教会门永远为着因来开。兄弟姊妹，咱就是这个礼拜堂中间点倒的灯台。虽然咱检测未看见，但是咱爱决志讲。主互我做你礼拜堂中间点倒的光台、灯台。我要放伫阮兜，毋是神明厅，是放伫阮的家庭中间。兄弟姊妹，咱若是上帝主耶稣基督活命的光灯，你的囡仔看到你，伊自然就活伫光的内底。你讲遮尔奇妙嘛？兄弟姊妹，迄个奇妙毋是你会当。是上帝通过你会当，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也即听申命记4章第91句话，伊讲你着爱谨慎，谨慎这个字甲第2句，温困保守，拢共一字，伊叫做什么？谨慎甲保守，这两段伫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共一字翻译无共款。但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谨慎你的讲话，谨慎你的行为，谨慎你手所做的工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是每项代志基督徒拢通做。愿天父上帝帮助，互恁家己有主动的智慧，你通选择，伫你的人生中间，为着你的婚姻，为着你的事业，为着你将来所要做的工作，不是各种职业。基督徒拢会受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宁可为着上帝暂时放落你的爱情的人，上帝要将你的爱情甲你的情绪分别做成，互你的婚姻受伊的圣洁甲伊的慈爱放伫你的内底。这就是今仔讲，现今所存有信、仰望甲真爱。保罗安尼讲，敢是凊彩讲嘛？兄弟姊妹，这句话不是凊彩讲，伊代表人的一生。现今所存有信、有仰望、有真爱。信是什么？我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拢是真的。我相信过去上帝伫犹太人的因的历史顶面所做的代志，伊今仔日嘛会再搁再做。
我相信这个过去成就大事的上帝，过去的上帝，今仔日要活在我中间，现在这叫做神啊！梦呢？我相信手术噩梦的上帝伫将来，伊是过去的上帝，但是伊嘛是将来的上帝。伊要伫将来为着我准备伊应允的事。所以这个上帝是过去的上帝，这个上帝嘛是将来的上帝。仁爱呢？此时此刻现今，我活伫上帝的恩典甲伊的怜悯之爱内底。信望爱是咧甲咱讲起上帝伫三大时间无共款的作为。保罗较有这种的智慧，出口成章。伊讲现今所存有信心、有恶魔、有亲爱。2000年来真侪基督徒拢咧想，保罗这句话是咧甲我讲什么？这毋是牧师拄则有智慧甲恁解说，这是我对一个牧师伊的讲道片内底感动。伊讲我的上帝是过去的上帝，我的上帝是今仔日的上帝，我的上帝嘛是将来的上帝。现在你心中的上帝是安尼吗？你怀疑这个上帝是你将来的上帝吗？你怀疑这个上帝是今仔日甲你三甲地的上帝吗？你相信过去伊所做的代志，伊今仔日嘛会为你做吗？兄弟姊妹，你若相信，将这个事讲给你的囡仔听。今仔新明记咧讲就是讲，以色列人真熬忘记的代志。这代看到目睭金金看到上帝所做的代志，都会袂记得啦。较会阁讲给囡仔听。这句话意思就是安尼啦。伊咧讲起，阮犹太人其实是一个足糟糕的民众。上帝带阮离开埃及，伫旷野40年，伊所做的代志，阮真紧就甲放袂记。兄弟姊妹，所以上帝通过先知。上帝通过圣神，毋是通过先知。上帝通过圣神，将这个话讲给摩西听。摩西叫你甲写起来。我要将我所看到上帝所做的事，讲给我的囝，讲给我的孙听。伊怎样带我甲法老王讨价还价？伊怎样互我有10个能力、10个新约，互法老王望之却步，唔敢搁再甲我讨价还价。伊看见上帝怎样伫红海开道路，互因行过，伊嘛亲目睭看到。当后来法老王的军兵来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上流大水淹没。所以摩西讲。恁亲目睭所看的代志，爱藏伫你的心内，讲互你的囡仔听。所以你姊妹，家己的囡仔家己教。牧师真爱陪咱的囡仔，陪恁的囡仔读圣经。我嘛感谢恁，因为恁敬虔的心，所以咱的教会青年愿意互牧师有机会，伫冬令营、伫夏令营，甲因做伙读圣经。毋是讲牧师的话，是讲上帝的话。亲爱的姊妹，家己的囡仔家己教，因为一寡美角，牧师无法度插手。歹势，毋是牧师无爱帮助咱，因为遐牵涉到自尊，牵涉到关系，牵涉到信任。所以，的姊妹。你是你的囡仔上好的老师，你是你的囡仔上好的老师。愿天父上帝赏赐你对体力来圣性的智慧。所以今仔日咧讲保守有2项，一种强调外在实践信仰活出来。记在伫圣经中间一开始创世纪第2章15节，上帝创造了爱den6行。上帝将亚当夏娃放伫伊个内底，互伊一个工作，看守、保守的意思会当翻做看守。什么这个字，保守的意思，上帝甲你放伫你的家庭，互你做丈夫；上帝甲你放伫你的家庭，
互你做负责人。上帝甲咱放伫家庭，是要互咱做信用的老爸，来照顾伊的产业。所听的姊妹，固守你的葡萄园，或者常常欢手伫你的心祈祷讲：主啊，我的心真混乱，主啊，我的心想袂透，主啊，我的心有跨路，或者常常欢手祈祷。主要甲你三个地点，祝福你一生愈济岁愈久长，你对上帝的经历愈甘甜。你讲主啊，对少年到年老，你从来毋捌辜负过我。愿恁真正看到这种的上帝，保守恁的心。头一个顶悬咧讲的心，是一个情绪的心；后来咧，这个心保守你的心叫做礼巴。礼巴这个心其实就是你的灵、你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保守你，伫内在迄个良心。顶礼拜咱做礼拜时阵讲，一生活伫上帝的面前，伫上帝的面前活一生。恁会记得牧师引用保罗所讲迄句见证的话吗？伊讲所听兄弟姊妹，伫上帝的面前，我的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拢爱了解这句话。咱徛伫这个世间，伫上帝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奉主耶稣的名恳求圣神，将上帝看作好的心，放伫恁的心内。这个良心亲自讲道互恁听，这个良心亲自对恁讲话。因为人改变人困难，人改变人困难。兄弟姊妹，当咱无法度改变迄个无法度改变的代志的时，祈祷，求天父上帝来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内底，迄个圣心来踮伫咱的内面，咱才有法度抬头挺胸，勇敢大声甲这个世界讲：我奉主的名站在世界的面前，我行事为人都凭着上帝的话语。我活伫这个世间是遵照上帝的话，照着良心来活。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虽然是小小的教会，但是出将才。兄弟姊妹，耶稣12学生中间将才，人无济。兄弟姊妹，愿恁的囡仔为着耶稣做耶稣身边的将才，伫这个世间顶天立地，伫这个世间敢讲别人唔敢讲的话，就是真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求天父上帝保守你的内外，保守你的内外，互你的良心嘛得到上帝的照顾，享受这个活命的水泉。今仔日的金句，箴言第4章23節，伊講活命的果效由心發出。這個翻譯，這句話是和合本中文的聖經，但是拄則牧師甲咱解說白話字的漢語聖經翻譯無共款。伊咧講起活命的水泉對遐出，因為你的心就是活命水泉的根源，就是迄個出水口啦，家己湧流出來。願天父上帝伫你的心內想出一口活水泉。就像主耶穌講：你若知我是什麼人，你就要對我討。我所想出你的水，你就永遠袂吹乾。願天父上帝特別甲你三甲地地，互你的生命內底有一種永流生生不息的力量，永流生生不息的力量。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是活跳跳，永遠袂孤單，是結連的主。主耶穌講：我就是葡萄樹。咱甲伊講：主啊，我是你的葡萄枝，主，你是我的葡萄樹。祝福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間，心花朵朵開，心花朵朵開。今仔日通過這聖經，牧師要甲咱講2項祈禱。第一個祈禱，監察你的身軀，體檢你的心內，伫你的心內種下這3棵樹：信心、仰望、甲真愛。
后礼拜伫周报顶悬，牧师会将这个文字稿放伫周报的顶悬。信什么？信这个相信伫圣经记载所有的故事，伊的故事嘛要变成我的故事。阿们吗？圣经内底所有的故事，若是我感觉真羡慕的，我拢甲讲阿们。主啊，你伫过去所做的代志，已有的我嘛要有。公平，因为这上帝是早伫的、今仔伫的、将来嘛永远伫的。仰望什么？咱做代志无绝望，是因为咱相信，向着标杆直跑。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有伊定着的计划。亲爱的姊妹，你相信吗？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随便，不是莫名其妙。愿天父上帝，互你享受你来到这个世间。你知影，在你的人生中间，上帝有为你定着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父上帝，互咱这青年好的无比的生命。求天父上帝，互你无孤单。主将伊长过高深的听，通过信心，将迄种的怜悯，将迄个阻碍，将伊的陪伴，将伊同在迄个火热。上帝若甲人同在，人就得自由；上帝若甲人同在，人就得逃亡；上帝若甲人同在，人就得到能力。你若相信，你就甲上帝讨。求天父上帝伫你心内手术智慧，互你检查你家己的内心，你的心内需要什么？所听的姊妹听阮的祈祷，所听天父上帝听阮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见啊，阮的兄弟姊妹伫心内甲你恳求，将伊的心，亲像顶礼拜咱讲五饼二鱼摕出来，高高举起。上帝，我将我的生命的杯。让你捧起来，所以求你甲我填满，互我生命的杯受到祝福。你需要什么种的祝福？两项：空气、阳光、水。拄则牧师甲阮解说，我安尼解说过，无一定是迄个三节甲咧讲的。空气、阳光、水。空气是什么？上帝圣性。阳光是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讲出。人的目睭就明亮。空气、阳光、水，水是什么？就是圣神伫你内底的活水江河，加上爱，也这唔通着急。咱暂时无法度完全，但是咱甲上帝讲，上帝慢慢啊来，互我一步一步来。直到有一日，我的脚勇行，我会当爬起来走。伫我也无法度爬起来走之前，主求你，互我豆豆仔来，像红婴咧学行路，主互我像红婴咧学行路。所以你甲我看，兄弟姊妹，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祈祷圣神进入你的内心，你的回恒就要水起来。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这就是代表伊的经历。伊讲伫我祈祷的日子，你就应允。你著听我的祈祷，鼓励我，我的心内有能力。所听的姊妹，代表交祈祷，约翰嘛交祈祷。约翰讲，耶稣虽然离开阮，但是耶稣有应允。当伊离开世间人了后，伊要查考圣神，圣神要将耶稣伫2000年前所讲的话，搁一解讲还听。兄弟姊妹。既然恁伫礼拜堂、伫讲道中间得到帮助，我要归荣光给上帝，甲上帝讲：主啊，是你通过最信仰的前辈教你的路卜，然后你只不过通过你的路卜的嘴，讲互人听哪听。圣神亲自讲互恁听，互恁明白，上帝话不打折，是就是是。上帝的圣神。若伫你的心内，你若有敬畏上帝，你才听有。就敬畏上帝的人，才听有上帝圣神的声。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将上帝计划讲互你听，
圣神唤起你内心的良心，圣神赏赐你能力，顺服接受。兄弟姊妹，这三项真重要。圣神用上帝计划讲给你听，圣神唤起你内心有反省的能力、认罪的态度，圣神将改变的能力加添给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一个人若伫上帝面前承认讲，上帝，我是无路用的人。这个代志、这个行为、这个习惯，我真歹改。主，若是你爱我改，主若是你爱我改，赏赐我开难。兄弟姊妹，你愿意为上帝活出美好吗？求天父上帝赏赐你，照顾你家己的生命的能力。第二个祈祷，你伫上帝面前亲像亚当。因为上帝创造爱的永恒了后，照圣经的记载，上帝甲摩西讲：“盘古开天，我创造天地，道成肉体。”上帝甲摩西讲：“我创造这个爱的永恒，我甲人放伫伊个中间，叫伊固守爱的永恒。”亲爱的同工中职，感谢恁伫教会中间，互牧师有够个空间。体贴甲尊重，愿咱做伙成做一个园丁，照顾这间教会的葡萄园，啊，教会的会堂，咱做伙同工。求天父上帝将咱的教会囡仔伫这个所在大汉，互因伫这个所在生命的地基坚固稳定。当因要离开父母之前，因对上帝的话的认捌有够强。所以兄弟姊妹，特别是主日学老师，多谢恁，恁欢喜担当教会主日学老师，恁嘛陪担牧师常常做伙计划、做伙讨论、做伙去买教材。兄弟姊妹，咱除了办活动以外，搁较要紧，做伙祈祷。咱除了办活动以外，更较重要，做伙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囡仔，互教会，互你的家庭，拢是一个真水上帝的见证。阳光、空气、水，加上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保守咱家己，教是咱的囡仔。照顾这间教会，无你永远世俗的想法。似是而非的讲道，伫今仔这个时代黑白讲，真正今仔这个时代真侪时阵，有当时咱有误解了神的原则。愿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者，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互上帝圣神亲自讲解圣经，互咱听，对这事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的教会是一间伫你真理顶悬建立的教会，互阮的囡仔伫这个所在受祝福。目的是为着有一日。你要找牵引到逐所在，甲你同工去建立你的教会。我毋是干那要将阮的囡仔留伫竹堂。主啊，既然你所造就的将在将来，主你带伊到什么所在，我毋知。但是愿阮伫这个所在栽培阮的囡仔，诚做你的工人，就亲像保罗伊身边有真侪伊所找牵年轻的一代的使徒。主你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互这间教会诚侪伫地上的爱的永恒，互阮的心内回恒，心花朵朵开。主，阮将今仔日个礼拜所领受的圣经放伫心中，求主你用圣经甲阮灌压，互阮所结出的花会通见证你的荣耀。阮安尼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用圣诗140首引导上帝听，圣诗140首写迄个吟泉首。支持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个真毋甘的代志，就是咱有一个兄弟叫詹达兄，伊蒙主恩调，注煞了伊伫世间的工作。其实詹达兄真辛苦，因为伊最后这段日子足侪年，伊是都不能行动，知影人，但是拢袂当行动。但是秀英这真用心咧照顾伊，伊伫昨下早9点8点外，上帝甲伊带倒去，煞了伊伫世间的日子咱为着秀英这甲伊的2个后生来祈祷。詹大兄就是单数阿婆的后生上帝真怜悯，互伊煞了世间的这个日子。但是求天父上帝安慰秀英这，因手为着詹大兄所做，伫这个照顾的这真侪年的时间咱当心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的听成做咱的帮助。咱的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伊进入光明国度。下所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主你毋甘你的囝子破病倒床艰苦，你煞了伊伫世间的日子，虽然伫人甲亲情中间，阮心中有毋甘，但是上帝你的怜悯，上帝你伫灵魂中间，你带伊进入光明的国度。转为着詹大兄，蒙主恩调，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通过这个家庭，阮学着真大生命的功课。上帝你怎样伫患难中、病床的中间，你安慰当事人，你也照顾迄个咧照顾人的人。主你有照顾人的人，甲被照顾的人，拢伫上帝你的恩典中间。主阮靠信心，靠勇气，嘛伫主你的面前坚持的表达。主阮伫这个家庭看到真侪真水的信心的功课。阮恳求天父上帝陪伴秀英姊妹，甲伊2个后生，为着伊的先生最后这个告别式，求天父上帝你通过北部的教会。伊对因的陪伴，也互因的家庭得到扶持，互因的心内得到安慰。至诚的天父上帝，当阮今这条耶稣听你的事，伫得时不得时，主耶稣你的听，对阮拢是一个真大的救恩。主你的听要医治阮心中的孤单，主你的听要互阮心中的创伤得到医治甲安慰。主你嘛有做阮中间年长4大人，阮的长辈。伫因高龄的这个年龄的中间，有上帝你特别的慈爱，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子，伫主你施恩造成，来体会、来经历着上帝你长阔关心的听。主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候，阮互相祝福，嘛祝福阮毋捌见面的伫网络顶悬做礼拜的阮的当信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慈爱进入因的家庭，互因伫主你施恩造成，亲自甲主你做伙，徛伫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中间有妇人有庄士德校长，伊今仔日袂当来到咱中间，咱为着生日的人，咱做伙来祈祷。
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妇人四德校长以及阿秀个春甘姐来祈祷。主求你祝福每一个阮伫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你是施恩的主，阮真心相信，上帝你所赏赐人的福气是无大有忧愁。阮伫你的面前来宣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伫生日祈祷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也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的杯满出来，阁有互因捧即个救恩的杯，通试看稳定的滋味，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主安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求天父上帝也保守因过来，每一日伫到伊后明年的生日，主伫即段时间每一工拢互因会通用智慧的心来管理上帝你所赏赐因的活命，甲因手所做的工。互因手所做的工无空空，也互因伫上帝你所赏赐的圣性有天然的智慧，赢过这个世间的智慧。我咱的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陪一个小朋友祷告，哈，咱来为着启信，哈，他有一个爸爸后裔一个新的学习的特殊的恩赐，哈。咱来为祈祷哈，主安为着这个囡仔祈祷，阮感谢你，互伊通过这种的课程，会当训练伊思考，也训练伊定力、安静、冷静的心。我要恳求主你祝福伊伫这个方面顶悬的能力。我们要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下围棋，伊嘛当学着另外一种的功课。就是思考的能力、安静的心、够信心的心。我嘛恳求天父上帝，互伊有鼓励，互伊有更向上的努力的动力。但是嘛，守住伊谦卑的心，互伊知影输甲赢拢有上帝的意思，也互伊明白，伫这个过程顶悬，其实是咧训练上帝你伫伊内面所赏赐，你已经赏赐互伊的思考的能力。我要恳求天父上帝圣心嘛帮助启信，互伊伫上帝你的面前会通得到圣心的帮助，伊的品格，互伊的心内心是充满了上帝你所有一切的良善。我伫你的面前为着伊即届获奖来感谢，嘛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伊，无因为这个得奖来心中充满了许多的骄傲跟压力。祝福你将来人生的亲像每一盘棋。主，你就甲伊同在，享受伊智慧，知影行伊生命当中那一盘棋。我伫你面前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好棒，加油哈！好，比较管哦。好，咱来鼓励一下啊，小心加油。咱这礼拜的早间游玩暂停，是因为咱这礼拜拜六，这个病患伊的新的物理治疗所要乔迁所以伫拜六咱拜六下晡，咱来当参加的人，咱做伙来参加，伫就无等一个报告着咱2:25要对教会出发咱会当去的人，咱有组织，恁若要家己去，恁会当家己直接就过去安尼咱真欢喜，今仔是咧保育院的兄弟，甲咱做礼拜很高兴，很欢迎咱伫做内底，甲因鼓励一下，咱欢迎他们。好，下面咱来请事务报告。好，咱来请所有主日学孩子甲家长，咱做伙来头前咱要为着开学来做祷告咱来请咱的做家长的人陪恁的囡仔，咱来做开学祷告，咱做开学祷告。可以走到
脚较过来来让台阶上嘛，袂使行吼，台阶上一个往前面一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每一个囡仔拢是你所收属教会最要紧的宝贝。因着亲像撒母耳伫圣殿大汉，将来要真做上帝你圣殿的祭司。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阮祈祷。伫新的一个学期要开始的时，因的父母带因的囡仔来到你受恩座前，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因伫上帝你的圣神的帮助。因会当甲圣神做伙成长大汉，即项的天父上帝，我们伫你的面前为着圣诗、圣云、甲慈信来祈祷，求天父上帝祝福即三个囡仔伫因成长的过程顶悬，主你赏赐因有圣神的帮助，有天灵来的智慧，主我们面前恳求这照顾圣诗，我嘛要求上帝你甲惠安三个弟弟，甲佑心三个弟弟。主你照顾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无论是将来要升大学，也是伫伊的这专业的能力顶悬会成长。求天父上帝你赏赐因帮助，我嘛为着千意甲慈宣祷告，求天父上帝祝福因，互因伫教会成长的时，因的圣灵会充满，会当加做因的智慧。我嘛为着杨恩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特别是照顾杨恩。互伊伫灵魂体内底，拢得着上帝你圣神充充足足的充满。我嘛为着亚泽跟亚敏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帮助，互因两个兄弟会当是上帝你所赏赐的稳定的顶悬继续成长。主你伫因的内面有你特别的无共款的运势甲特质，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因。所以为着以乐甲以慈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所，互因伫上帝你的稳定的中间会当成长，灵魂体顶悬拢长大成人，也亲像因爸爸妈妈敬畏上帝，伫信仰的顶悬有好的造就。即项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诚心诚好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特别伫即两个囡仔的身躯顶悬祝福，互因通过因爸爸妈妈的温顺祈祷，因会当中上比爸爸妈妈搁较疼上帝，上帝你的疼也搁较济伫因的内底。即项的天父上帝，阮为着所有阮教会遮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悬，阮恳求天父上帝，互因毋是干那得到俗世的智慧，伫课业的顶悬进步，互因也当伫属天，就是上帝你的真理，甲即个上帝天国的即个智慧顶悬充足。恳求天父上帝祝福这每一个囡仔，也求天父上帝你赏赐能力，互做父母的人，因伫心内会当知影要怎样祝福因的囡仔，也常常为着因的囡仔来祈祷。即项天父上帝，求你对天顶拍开天窗，用你的光来照因，用你的面来看顾因，赏赐因平安。我安尼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加油！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阿温呢？啊？是我来报告，顶即个聚会咱家己看，本即个聚会主伫礼拜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拜三伫教堂甲线上，查经班咱拜6个9点到下晡7点半拢暂停。圣工的服侍，下礼拜4会请陈美秀执事，领诗请青少器，司琴是陈振义，诗贤甲交代刘医生甲林安女两个执事，爱咱请尤丽云执事。新港讲的读经表，咱正安尼灵修，集体交通第开学的礼拜祈祷，同心为
读册囡仔的课业品格甲性命来祈祷，恳求圣灵充满甲保守。伫总平安兄弟的郑家物理治疗所举行乔献礼拜甲启用礼拜，时间定于咱后礼拜六下晡的3点，地点是西丽镇光复东路53号。咱教会是2点25出发，欢迎邀请咱大家参加同心的祝福。第三，2月22日拜六早起8点半到下晡的3点，伫中华中会妇女妇女造就会，地点永福教会报名200块由教会补助。若有要参加的，请伫2月10日洗水请云芬接受报名。第四，请为所有的女爱兄弟健康甲生活来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健康，也有法毅力稳上加恩。第五，请为生日来代祷，奉献报告，若有毋对，请咱贵业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心心坎仔兄弟来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为课业生活来祈祷。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来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来代祷妇人日子以及祷好大夜。是咱来吟上扬圣诗510首，圣诗510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随后插请庄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脚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